各位，我係何輝。過去嘅週中，大家都應該知道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咗一個災難性嘅大火。喺呢度，希望離開咗嘅人一路走好，亦都希望所有嘅災民佢哋嘅朋友、親朋戚友能夠繼續堅強，一路好好咁活下去。亦都喺呢度向所有嘅消防員、警方相關嘅工作人員、所有嘅義工、所有嘅物資嘅捐獻者、所有嘅善款嘅捐獻者講聲多謝，向佢哋致敬。亦都喺呢度向相關嘅所有受影響嘅人高一個躬，以表尊敬。翻返體育呢度啊，就過去嘅週末，當然最受注意嘅其中一個就係 Formula One 一級方程式嘅世界冠軍爭奪。咁非常戲劇性嘅就喺卡塔爾站咧，係因為有一條好獨特嘅條例啦，因為賽車場嘅速度好高，對輪胎磨損嘅程度係好快好大啦。咁所以咧就有條例係寫到明咧，係每一套胎咧，無論你幾時用過都好咧，總共唔可以跑超過25圈。咁正賽就係57個圈，而咁巧咧就去到第6、第7圈左右咧，咁啊加斯利同埋侯根堡咧就發生碰撞啦，而引致安全車會出嚟。咁當時就除咗兩架麥拿倫之外，所有車隊都入嚟換胎，而當時麥拿倫就覺得其他車隊咁樣入嚟換胎咧，佢就冇咗個策略性嘅彈性。但係同一時間你一計數就會發現，麥拿倫喺呢件事上邊係蝕咗10幾秒坐底，咁變成就係本來喺第2位嘅韋塞班就揸住一個好明顯嘅優勢，而麥拿倫就變處於一個好明顯嘅劣勢。咁結果呢場比賽的而且確由韋塞班咧就 Verstappen 啊 Max 咧係贏到呢場嘅冠軍啦。咁而第2名就 Piastri 啦 Oscar 啦，咁佢都仍然好明顯係賽後變得好失望啊，因為原因就係佢攞第2之後咧其實佢最後攞到世界冠軍嘅機會亦都係最低嘅。咁至於 Lando Norris 咧，本來第5啊，咁但係去到最後一圈咧，咁就Benz 車隊嘅 Kimi 咧，安東尼利咧就係有一個失誤啦，咁就俾佢過咗，咁結果就第4。咁呢兩分相當關鍵啦，賽後都引起咗議論。咁但係 Toto Wolff 亦都出嚟講過，即係講緊 Benz 車隊嘅總監啦，亦都出嚟講過就係話其實佢之前啲彎角都甩甩地，咁嗰個係一個失誤，同埋覺得即係 Benz 車隊佢哋係爭緊名次嘅車隊上邊。咁呢個大家唔好諗得太多啦。佢覺得呢個週末嘅正賽Benz 車隊已經相當之唔順利嘅。咁啊聽到呢啲啊覺得更加即係一啲唔係好恰當嘅評論，就更加覺得咧唔開心。咁而紅牛車隊嘅Max 嘅 engineer 啦，就GP 林比亞斯咧，亦都喺 Team Radio 裏面，即係當時突然間出現個咁嘅場面咧，佢亦都話咧就係安東尼利咧係行埋一邊咧，俾蘭度洛里士過啊。咁但係賽後佢亦都有同 Toto Wolff 講翻，就話佢睇唔到之前嗰啲甩甩地嘅情況，咁所以就亦都話，如果對於 Toto Wolff 係即係令到佢唔高興嘅話咧，亦都表示歉意。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啊，就Formula One 咧喺爭奪車手嘅世界總冠軍嗰度咧，就會去到最後一場嘅比賽嘅，去到最後一場嘅比賽，咁會喺阿布扎比啦，咁到時就係排位賽就冇分嘅嚇，排位賽咧就會喺星期6嘅10點鐘，而正賽咧最後決定性嘅比賽咧就喺星期日嘅9點鐘啊，咁的而且確同啲歐洲足球會幾撞時間㗎。咁講起呢樣嘢都幾特別嘅，因為啱卡利葉站咧就亦都好多嘉賓啦，祖高域啊、碧咸啊等等。但係見到一個人物係真係相當特別嘅，講緊就係加里維利啊。因為當時呢場比賽進行緊嘅時候，曼聯踢完啦，利物浦踢完啦，咁啊開車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車路士對阿仙奴咧就係就嚟開波嘅嚇。咁當時我喺直播裏面都話，於話佢唔使做咩咁啊嚇，咁但係當然啦，呢個都係一個盛會啦，你話去參與都唔出奇嘅。係啦，咁啊楞翻落足球啦，足球就其實喺英超嗰邊啦，首先對於球隊嚟講咧，尤其是啲強隊或者成個歐洲嘅足球啦，首先講一樣嘢啦，明顯啦，今次嘅國際杯嘅周翻嚟，本來預期有啲
足球強國嘅球星級球員咧，可以會有一個比較唔係壓力咁大嘅國際比賽之後咧，而進而咧喺呢度開翻嘅比賽咧，即係呢個週末開翻嘅比賽咧，就可能會踢得咧係比較 sharp 啲嘅。但係結果唔係啊！大家見到好多嘅強隊反而係slump 緊落去嚇，咁呢個都始終都會認為咧，覺得各方面應該係注意下呢個賽序嘅問題。其實國際比賽週翻嚟過去週末嘅聯賽之後咧，就歐洲嘅比賽咧，杯賽係杯賽咧，英超更加喺週中開快車啦。咁其實下個週中歐洲嘅球會級嘅3個杯賽亦都進行嘅，咁即係話其實接近真係冇得休息嘅，尤其是英超咧，殺到落去20幾號，佢一路會踢落去1號、3號就英格蘭足總杯第3圈等等，咁係完全唔停嘅。咁呢個對於球員嘅健康損耗真係非常之嚴重啊！翻返嚟英超嘅比賽咧，過去週末就喺星期日嘅時候，可能兩隊比較焦點嘅球隊都贏波啦。講緊就係曼聯啦同埋利物浦啦。但係有睇比賽嘅球迷都知道，兩場波我相信兩隊本身嘅球迷都唔會覺得係睇得好開心啊，因為係踢得唔係認真好順利嘅。特別係曼聯對住水晶宮咧，其實上半場係可以輸到2球3球嘅，控球百分比更加多，但係唔係點攻到入去。反之咧，水晶宮翻過嚟，馬迪達引起嘅反攻啦，咁啊再有其他球員幫啦，其實得到嘅機會好多嘅。咁想講講尼基迪亞後備入替沙亞呢個人物啦。咁尼基迪亞入嚟咧，佢嘅感覺係我比較主觀咁講，佢入嚟嘅感覺係好投閒自散嗰種感覺嚇。咁呢個喺職業球員裏邊，即係咁嘅情況，個人覺得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同埋仲又要講轉頭嘅，因為始終球員去到踢英超啊或者呢個級別嘅時候咧，佢嗰個嘅使命感去到邊度咧？定還是已經覺得係打緊一份好工咧？就算唔打東家咪打西家啦，嗰種感覺咧，其實都有一啲球員，我都聽過歐洲嗰邊喺嗰邊從事足球嘅人都會提到呢樣嘢係有存在嘅。咁呢個可以咁講係人之常情啊。咁但係有機會上陣嘅時候，尤其是係年紀都唔係好大嘅情況之下咧，個人覺得就應該個拼搏精神應該清晰啲咯。咁至於比賽裏面都發生咗件事啊，講緊喺上半場馬迪達嗰個射咗2次嘅十二碼，咁第一次射完之後咧，因為我喺咪咕做直播啦，當時都話佢好似冚死咗個波，我初初冇辦法，即係我嘅角度係冇辦法睇到佢係掂咗2次，個波係滴下滴下咁入嘅。咁收尾 VR 就通知翻球證羅伯宗斯啦，就話佢2次掂咗個波，應該係要睇右腳冚落個波嘅時候咧，個波係經過左腳掂到左腳先至滴下滴下入嘅。咁有好多足球人士可能都唔知呢條新例啊。咁喺今年嘅，其實就係因為之前 Champions League 啦，歐洲聯賽冠軍杯咧，就皇家馬德里對馬德里體育會艾華利斯嗰個十二碼咧，跣腳掂咗2次，所以就判唔入啦。咁IFAB 嗰邊咧嘅研究就話，即係覺得咁樣好似好唔抵咁樣不值，咁所以咧就俾如果意外地射12碼主射12碼嘅人2次掂到個波咧，意外地嚇咁就可以 retake 重射嘅嚇。咁英超喺今個球季都採納咗呢一種嘅做法，咁所以當時馬迪達呢件事就出現咗一個咁樣嘅判決咯。咁可能好多球迷都質疑，即係話咩叫意外啊？咁任你噏嘅啫。無可否認嘅就係足球嘅球例點樣寫都好啦，喺判斷點樣為之犯規，點樣為之唔犯規，點樣繼續比賽，點樣得益，仍然都係球證主觀嘅判斷嚟嘅。咁譬如話曼城嗰場比賽都已經係一個好例子啦。曼城就3-2贏列斯，咁你睇到下半場中段有下膊頭碰膊頭就吹咗罰，咁轉頭翻過去嗰邊並磅撞跌咗就冇吹罰嚇。咁呢個都係球證嘅判斷，咩嘅幅度先為之犯規，咩嘅幅度唔係犯規咧？其實係冇可能，暫時冇可能用一個好客觀嘅寫法係寫得出嚟。咁另外仲有就係有一啲可能都話齋啦，界外球條例喺度嘅，咁啊個個都趌腳啊，踏步埋去，其實都趌咗腳噶嘛，抌出去嗰刻，咁呢啲都冇人判嘅，咁所以都係主觀地認為係點咯嚇。咁呢個只可以咁講啦，條例喺度咧就要適應咯。咁而呢場比賽嘅問題就係曼聯始終喺中前場都
建立唔到一個所謂嘅結構或者體系，或者嗰個嘅依據係點樣啊？因為呢場波冇咗 Cunha 嘅，咁啊踢唔到，咁所以又有啲史斯高亦都踢唔到，所以都有少少變化。但係始終前場係冇乜嘢嘅細緻度，咁同埋正如話齋上半場水晶宮其實可以入到2、3球嘅，咁但係佢哋把握唔到，咁結果亦都係輸埋呢場比賽。咁對於水晶宮嚟講，可以話好不值啊。咁對於曼聯嚟講，叫攞3分啦。咁但係可進步空間仍然好多咯。咁利物浦亦都係咁嘅情況啊，就係2-0贏韋斯咸。如果上半場一路睇場比賽嘅觀眾，亦都會覺得好唔順啊。同埋仲有就係喺好多概念性嘅嘢咧，仍然都冇乜嘢認真嘅變化。咁啊咩叫變化咧？即係都提到就係嗱，當然由以往高普一路落嚟好長時間啦，你要好大嘅修正其實好難嘅。咁依家你見到斯洛治係不停咁輪換或者換一啲位置啊，嚟睇下邊個組合係做得最好。咁譬如呢場比賽佢冇擺沙拿上陣啦，遲啲又要踢非洲杯啦，咁就擺咗呢個沃斯啦，有啲叫韋特斯啦，韋斯特都有啦 Foreign Mox 就拍住係伊薩克啦，同埋咧就係加普咁樣啦。唔係好流暢嘅，但係到下半場咧，明顯更衣室翻出嚟之後咧，你見到Foreign Mox 多啲去主動去攞個波嚟用咧，似乎個攻勢嘅 flow 係好一啲嘅。另外我始終都覺得就係話由於依家干拿迪同雲迪克嘅情況咧，其實佢哋真係需要有一個或者兩個呢場波利物浦其實係嚴格嚟講係4-2-3-1嘅，因為蘇斯拉爾其實佢係喺4-2前面3嘅右邊嗰個嚟嘅，好長嘅時間始終都需要有1-2個嘅防守中場好明顯咁鬥住對中堅嚟踢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嘅就係有機會嘅時候，干拿迪仲帶埋個波上嚟啊咁樣。其實我亦都會認為咧，就係依家咁嘅情況咧，後邊一對中堅，再前面嗰1-2個，一個或者2個防守中場有波嘅，盡快揾咗。如果 Foreign Mox 有踢嘅，就你當佢嗰個係10號球員。第一主力全部係俾落去用，就等於沙拿在陣嘅時候，你會發現利物浦用波全部都係好快或者盡快咁揾，俾到沙拿到腳嚇。咁呢個嘅結構係要諗諗啦。咁啊頭先講嘅即係話，你後邊已經依家嘅速率啊、動作嘅反應啊等等，如果對住一啲強力嘅前鋒、快速嘅前鋒過嚟係好麻煩，就唔好再喺用波嘅時候用。消耗自己嘅體能嚇，當然角球死球可以上嚟啦嚇，呢個大家都明白啦嚇。咁但係即係個型格上邊可能係有啲修正。咁但係如果你話球隊依從翻既定嘅文化踢咗咁多年，佢唔改咧，呢個亦都有佢嘅原因啦。因為傳承呢樣嘢其實喺體育運動裏面好重要嚇。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始終即係我哋係評論啦，但係最清楚隊波最專業嘅人物仍然係喺隊球隊裏邊。唔係喺球隊出邊嚇，咁所以評論歸評論啦，即係指到啲咩出嚟，盡量同大家分享啦。咁但係點樣做法咧？始終應該係由球隊嚟決定，而唔係外邊嘅人去話點做嚇。因為佢哋裏邊嘅情況，可能佢哋都諗過呢啲咧。不過整體嘅結論覺得可能都係咁做好啲，所以咪繼續咁做咯。咁都唔出奇嚇。咁外人好難咧話去太多嘅評論嘅。韋斯咸輸波啦！韋斯咸呢場比賽其實又唔係踢得好差嘅嚇，咁但係就球員質素上面利物浦係更加好咯。咁而另外仲有就熱刺輸俾富咸啦。嗱呢場波咧就有樣嘢，有陣時咧，你話教練點樣其實都冇得教嘅嚇。就係當時咧，其實咧你係一個錯誤嚟嘅，門將走咗出嚟嘅。如果你大家睇呢張相嘅時候，門將嚟咗呢度嘅，門將嚟喺呢度嚇，嚟喺呢度。問題係咩咧？問題就係呢件事咧，點解影2幅相咧？因為呢件事係有時間性嘅。門將出咗嚟之後咧，有啲時間性，你會發現就係熱刺嘅後衞都能夠翻去門前嘅，但係喺門將唔在龍門框嘅情況之下咧。冇一個後衞有意識去企翻喺個龍門框度。我當時見到呢個畫面，我都覺得好驚訝。點解冇後衞？你既然你行得翻嚟啦，
點解冇後衞企有一個後衞企翻去個龍門框度包翻個空門嘅？結果波彎嚟就輸咗。當時門將當然門將出去係失誤嘅，呢個係事實。同埋佢去到邊線咧，仲想揾自己嘅隊友交波，當時都俾人逼到冚晒。其實應該一腳踢走，佢自己走翻轉頭係最好嘅，即係踢出界又好點都好係最好嘅嚇。咁佢嘅選擇係錯嘅，但係班後衞冇人意識到應該企翻去個龍門框度咧，呢個就真係錯得好緊要啊！喺睇我講喺青年級嘅比賽，其實都應該有球員有意識咁做嚇。咁結果就係呢個熱刺啦，係啦，熱刺咧就喺呢場都係輪打比咧，輸咗俾富咸啦。咁另外曼城就好辛苦贏列斯啦，亦都見到隊波其實唔係好生猛㗎。咁另外就紐卡素啦，紐卡素4-1咧贏愛華頓啦。咁紐卡素就反而呢段時間其實個狀態都係算係幾勇啊！喺踢歐洲三大杯賽嘅比賽嘅球隊嚟講，算係都幾勇啊！咁此外就森林輸俾白里頓啦。咁另外仲有維拉咧1-0贏狼隊啦。其實呢場波狼隊又唔係劣勢嘅嚇。咁維拉亦都有少少好似唔係好鋭利嘅感覺。不過有個球員真係要讚啦，因為呢場波其實佢嘅撲救咧改變咗好多事情嘅。講緊就係阿根廷嘅馬天尼斯啊，呢個係即係輯出嚟啦，自己喺視頻裏邊輯出嚟咧，一個真係頂完之後睇落入梗嘅入球，賣力嘅時候咧，跟住入梗嘅入球咧都俾佢撲咗出嚟。哦，咁仲要係個波撲完之後仲跌翻落嚟喺側邊，跟住個人搭緊落嚟，仲將佢扶走嘅。咁呢個係真係相當之精彩嘅撲救啊！咁另外關鍵大戰啦，阿仙奴對住車路士最後1-1。咁都提過，其實如果你話車路士有主場等等咧，咁車路士其實最明顯就係佢個中場即係中軸嗰度咧，其實係相當之強大嘅。咁因為卡斯道同埋安素法蘭迪斯有啲球迷咁講嘅，就係話如果將佢哋擺去一啲可能譬如利物浦咁會好啲咧，咁我唔敢完全評論啦。但係可能利物浦真係需要一啲咁嘅球員都唔定啦嚇。咁另外呢場比賽同埋成個晚上就曼聯踢啦，利物浦踢啦，車路士對阿仙奴踢啦。咁最特別嘅咧就係喺卡塔爾嘅 F1 嗰邊咧就影到阿碧咸啦，碧咸後邊有個好熟悉嘅面孔出咗嚟嘅，講緊就係加尼利維利。當時喺直播裏邊，我第一反應咦唔使做咩咁樣，因為我都係啱做完曼聯嗰場波，跟住就趕翻去電視台啦，即係因為兩個唔同嘅平台，咁就反而見到阿加尼利維利喺度睇緊 F1。咁都幾特別嘅一件事咯嚇，咁但係 F1 嘅盛會有機會參與，譬如祖高域嗰啲都有去啦嚇，就都有值得去嘅嚇。雖然即係況且佢哋喺英格蘭飛落去多哈都唔係好遠嚇。車路士對阿仙奴1-1，咁就都其實阿仙奴都算仲係維持強勢啊。咁雖然個分數咧就變咗，因為呢場波冇贏到車路士咧，就冇拋甩到咯。咁但係曼城贏波之後咧，就上咗嚟第2啦嚇。咁車路士依家喺第3啦。車路士仍然都係嗰句嘅，唔穩定嘅。但係你預咗佢亦都係有啲愈強愈強嘅感覺啦。咁至於阿仙奴仍然都係暫時英超班底最當時得令最穩定嘅球隊，呢個係毋庸置疑嘅。呢個毋庸置疑。英超好快咧就係又會開快車啊！咁啊星期2晚、星期3凌晨已經有啲比賽啦。咁啊譬如紐卡素會對熱刺咧，嗰場波我喺香港做直播啦嚇。咁另外就阿仙奴會對住賓福特啦，咁此外維拉會作客白禮頓啦，咁啊另外仲有就係曼城會作客富咸啦，咁曼聯會對住韋斯咸啦，利物浦就會對新特蘭啦嚇，咁大抵個賽程就係咁啦，但係就實在係好密啊，因為即係踢歐洲嗰班你係完全冇得休息一路咁踢落去。今次嘅國際比賽周翻嚟已經見到有啲 slump 啦，咁呢個都係問題嚟嘅。呢個都問題嚟嘅，咁去到週末當然仲繼續有英超嘅比賽會進行啦，嚇，咁車路士會對般尼茅夫啦，嚇，咁喺6號嘅時候都提過就會撞 F1 啊，到時，咁啊跟住夜啲星期6晚、星期日嘅凌晨點半就利物浦會作下列斯啦，嚇，咁阿仙奴咧就會喺頭場啊，星期6嘅頭場就作客維拉嘅，咁又係一個考驗啦。咁同埋踢得咁密，真係一定要輪換。咁班底越厚嗰啲，其實理論上就越着數啊。
咁歐洲嘅其他比賽咧，就大家都要知道就係話，週中其實就雖然唔係開快車，但係咧杯賽亦都會進行。咁對於啲球隊亦都係考驗嚟嘅。咁意大利嗰邊就過去週末最受關注嘅比賽就深夜一場啦。咁啊羅馬最後0-1輸俾拿波利。咁拿波利呢場嗰贏都係實至名歸嘅。咁啊整體佢哋個勢係更加強啦。麥湯文尼啊等等，其實個發揮仍然係相當之好啊。咁國際米蘭贏咗比薩啦。咁啊，納特魯馬天尼斯繼續維持一個好帶領到隊波嘅角色。咁當然巴爾納啊其他球員其實個表現都係好穩定嘅。AC 米蘭1-0贏咗拉素啊！呢場波其實就大家都冚得好緊要嘅。咁啊，憑住瓦法利奧門前咧把握嘅機會咧就1-0贏波。咁至於祖雲達斯咧2-1贏卡利亞，你都贏得幾辛苦啊！尤迪斯嘅表現係好嘅嚇。咁依家就AC 米蘭就翻上榜首啊，同拿波利同分啦。咁羅馬本來係榜首，輸咗俾拿波利之後就落到第4。咁波洛尼亞第5啊，咁都提過咧。其實咧就依家連埋 Como 啦，因為Como 咧2-0贏咗沙素羅之後咧，就佢哋嘅情況就已經同波洛尼亞同分嘅。咁另外仲有隊23分，講隊祖雲達斯。咁23分咩概念咧？就喺第7位。咁 AC 米蘭喺榜首咧就係28分啊。始終聯賽都係過咗1/3，咁所以咧就呢紮球隊全部都係短兵相接嚇。咁頭先提過啦，意大利杯週中要踢嘅咧，譬如祖雲達斯會對住都係間條球隊烏甸尼斯啦。咁亞特蘭大啦、羅馬啦、Como 啦、費倫天拿啦、拿波利會對卡利亞利啦、國米會對威尼斯啦、博洛尼亞會對住帕爾馬啦。此外仲有就係拉素又對 AC 米蘭嘅意大利杯嘅比賽啊，所以其實都係冇得唞嘅。西班牙嗰邊啊，西班牙嗰邊咧就巴塞隆拿3-1贏阿拉維斯啦。都係球員嘅質素都係真係有個明顯嘅相差嘅。咁但係贏得都唔算好舒服，反而近況你話比較踢起上嚟個表現個神髓係健康嘅，反而係馬德里體育會啊。咁當然就奧維多係比較明顯地即係爆尾啊，同今個球季英超狼隊可能都幾接近嘅，即係冇乜分攞得到嘅。咁不過咧就奧維多就依家有9分啦，咁而狼隊就係只係得2分啊。咁爭都爭好遠嘅。都戲劇性同埋好激烈咧，維拉利作下3-2贏係皇家蘇斯達啊 Real Sociedad， 意譯就皇家社會啦。咁都係好激烈嘅比賽。維拉利爾其實因為佢亦都踢緊歐洲嘅比賽咧，所以都係辛苦嘅。皇家貝利斯咧就贏咗呢個西維爾啦。呢場波其實係地區打比嚟嘅。好多人亦都形容係全世界最激烈嘅一場打比就係呢一場，因為兩個球會其實佢哋嘅規模都唔細嘅。皇家貝利斯咧就喺近1-2季咧，特別今季咧實力上面明顯應該喺西維爾之上啊。咁另外皇家馬德里咧作客就贏唔到傑羅納啊、加泰隆尼亞地區嘅球隊。馬德里地區或者卡斯蒂亞嘅地區嘅球隊贏唔到加泰隆尼亞地區嘅球隊啊。咁皇家馬德里明顯嘅係有啲疲態出現嘅嚇。咁西班牙國王杯咧就週中都要進行，咁但係咧就會比較多嘅賽事啦。咁佢依家就係56隊爭入去28強，再加埋4隊邊4隊咧？有份踢西班牙超級杯嗰4隊咧，就係去到32強嗰陣時先加入嘅嚇。咁即係其實有啲球隊都係要踢嘅嚇，譬如基達菲咁週中都要上陣啊。馬略卡等等嗰啲都要上陣啦嚇。德國啦，拜仁贏聖保利3-1又係咧，大家雖然知道贏3-1，但係臨尾好問先至贏到啊，都係又係見到即係輸俾阿仙奴之後，係咪對波有少少回氣啦？不過德國有樣好啦，大家知道就係因為18隊啦，個天氣關係啦，個歇冬期係長好多，咁對於咧球員回氣係肯定有好大幫助嘅。利華古遜就1-2輸俾多蒙特，呢場波少少啲咁多意外咧，因為多蒙特踢出嚟個勢比利華古遜仲要強嘅。咁利華古遜叫做收尾追翻球啦，咁但係多蒙特贏呢場波係完全即係合理嘅。法蘭克福贏唔到和夫斯堡，嚴格嚟講都係一個少少冷門，因為和夫斯堡今個球季亦都係比較實力唔係話好突出嗰種咯。另外 RB 萊比錫都贏唔到係無順加柏啊。週中就德國杯咧係會踢嘅，咁依家佢哋嗰邊應該係16強啦。拜仁會對柏林聯啦，大家知道嗰個全勝紀錄其實就係之前喺對柏林聯嘅時候斷嘅。另外
多蒙特咧又對利華古遜，不過咧就即係週末就係利華古遜主場，週中咧就係多蒙特主場啊。咁阿比羅比社會對住教啲組別嘅球隊啦，慕遜加柏會對聖保利啦，咁另外海沙羅頓咧呢個大家熟悉嘅名字咧，亦都會係上陣嘅，咁啊會作客咧就哈化柏林嚇。咁另外仲有就係譬如話漢堡咧就會對海斯泰恩咁樣咯，等等啦。法國嗰邊咧就嗱，連巴黎都出現問題啊，咁啊1-0輸俾，不過佢哋亦都有踢歐洲聯賽冠軍杯嘅摩納哥啦。咁摩納哥其實週中亦都對住塞浦路斯嘅帕福斯，其實係贏唔到嘅。嗰場波其實大家都拼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就即係球員速率啊、休息等等各樣嘢咧，就只要帕福斯好似仲強過摩納哥添。摩納哥當然亦都佢會有一啲嘅輪換啊等等去做呢場賽事啦。但係對住帕福斯往往輪換都贏唔到㗎啲球隊。巴黎聖日門其實間唔中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嘅，馬賽都贏唔到圖盧茲啊，咁所以咧依家好特別啊，好似好耐都未見過啊。朗斯作客贏咗昂爾之後咧，依家法甲係朗斯領先緊嘅，巴黎聖日門係1分之後，咁再1分之後咧就係馬賽，咁啊再3分之後咧就係里爾，再2分之後就係雷恩咁樣嘅，咁唔係巴黎聖日門榜首咧，其實咧佢哋又焗住係要踩油㗎啦。咁至於法國杯嗰邊咧，其實就比較初階嘅可以咁講。咁法甲嘅球隊咧就會去到64強先至加入。咁整體就歐洲比賽就係咁啦。咁另外東亞啲聯賽都差唔多去到殺科或者會員嘅階段㗎啦。咁都會係跟住都會再同大家跟進嘅。咁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咁啊週中嘅比賽亦都希望大家有好波睇啦。咁下次嘅視頻再見。拜拜。